比卢县从小酷爱音乐，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骑个马，唱着歌，无忧无虑的长大，一直到了08年开始正式的踏上了他的音乐道路。人我们大家中讲从这些呢，日中年茶龙雄伟那些了把些的，你都结论呢来连个长巴当，高中给长大，对了单纯的带你，别就人呢过了大家东西把人多啊。那今天我们要展播的这首《伊人如花》就是他的一首原唱歌曲，我们一起来欣赏吧。呀，娘的几年？穷